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4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外界指民进党威胁加行的立场细滑，行政院长邓英泰今仔强调讲，发现唔是新主牌，是安保问题有共识才考虑。监察院针对中共渗透阿兵哥纠正国防部，嘛指出咱国家案件破漏上轻，甲欧美国家的程度差12倍外。新北市一间高中一个查某学生被霸凌，爱跪落来搁互拍，警方是传10个学生到案说明，马上少年法庭审理。总统赖清德最近讲，在核管法通过了后，政府嘛已经展开核二厂甲核3厂停放的评估。按算讲，评估报告月底就会送核安会审议。在野党是指讲，民进党的回核加行的立场敢是细滑。行政院长邓英泰今仔是强调讲，那核能安全核废料通解决，阁有社会共识，就会当照程序来进行来做准备。另外，最近由一直起价，电价敢会起咧？院长是表示讲，会交予电价审议委员会来做决定。总统赖清德进前讲到，核2、核3厂有电价条件，准备要送核安会来审议，甚至感谢立法院通过核管法。但那也质疑迄当阵民进党立委是拢投反对票，现在即马拢变啊。民进党过去那一直都是抱着非核家园的神主牌。那同时在去年我们在野党在修核管法的时候，也被污名化抹红，说我们修核管法是为了要让中共攻台开方便之门。反核这个议题不是所谓的神主牌，而是在过去从环境保护的年代，一直到发生多起的核能事件之后，整个全球兴起这样一个对核能检讨的观念。所以赖总统这样的说法是有先跟您讨论过了吗？我们在一个政策要形成，以及依照法律变更之后，都跟部会有充分的讨论。行政院长邓英泰强调讲，经过立法院的民主定书，就是国家法律，中心行政部门是依法来执行。外界烦恼是为了欠电做解套，伊嘛做出回应。2032年，我们基本上，能源的供应是不予匮乏，但是国际情势现在是变化万端了。立法院在修正核管法之后，是多了一项选择，那这项选择也必定在我们强调的3原则底下，才有办法依照程序往前走。民进党长久以来拢是主张反核，而且伫2005年达成回核加行。罗总统今嘛是等出评估核电电价的可能性，敢会冲击到绿营支持者的民调。毛党来讲，佫需要佫较济社会对话。那政府站在未雨绸缪的一个立场，它当然能源政策它会有多元化，可是我们也再次强调，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我们的立场其实还是一样就是说社会上到底我们有共识了没有？核废料真的去处我们可以解决了吗？对外界关注在电池敢会停止起价，邓英泰嘛重申讲，这是电价审议委员会的职责，会尊重专业。另外，在油价部分，中油3礼拜已经吸收65亿的起伏。邓院长重申，政府随时拢注意国际油价，那超出大家的负担，中油经济部会启动新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首相搁市早苗顶礼拜去美国访问，嘛甲美国总统川普会谈，两个人是承诺讲会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政府国务卿坎贝尔是分析认为讲，搁市应该有向川普解释，着爱谨慎处理台湾议题的重要。也毋过，刷来5月中要办的传习会，台湾议题嘛是正受到外界的关心。有华府智库学者是认为，中国恐惊会要求川普伫台湾议题让步，无得开要求伊着爱表态讲反对台独。呼叫中国海警146洞4，呼叫中国海警146洞4。海巡人员公布驱离，因为23金门海峡大忙的期间，4架中国海警船趁这个机会侵扰，伫咱方队咧监控2点钟后，才转向离开。国防部嘛公布，23规天侦测到3架次强机、9架强舰、甲1架公务船侵扰。I'll be going to China very quickly. 日本首相搁市早苗顶礼拜访美，甲美国总统川普的会谈中，两人承诺维护台海和平甲稳定，并反对任何高一面改变现况的企图。这互美国政府国务卿坎贝尔分析，搁市甲川普说明谨慎处理台湾议题必要性是真有效。不过嘛指出，无确定这种观点敢会继续出现伫延后到5月中进行的传习会。She played a similar role that Prime Minister Abe did. Will those sentiments be front of mind
for President Trump when he sits down with President Xi, or will he approach some of these challenging issues with a degree of flexibility in ways that might not be in America's strategic interest? 坎培尼烦恼，川普相信在台美甲两岸关系中，可能存在某一种肤色地带的无共思考方式。中国可能会因为安尼有看待台湾的新架构。华府地壳学者嘛判断，中国会要求川普在台湾的议题让步，亲像要求伊正式表态反对台独。 President Trump formally stat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pposes Taiwan independence or supports efforts at unification, that it would continue to raise skepticism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of Taiwan. Taiwan really is central to global perceptions of American credibility. If we did not come to Taiwan's defense if it were attacked by China, I think that we would se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not just in Asia, feel that they have to rely much more on themselves. 德国马歇尼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格莱基重申，为经济民主韧性站面，台湾对美国来讲拢真重要，而且各国拢在看，若准中国拍台湾，美国敢会协防台湾，这会影响美国的国际领导力。记者综合报道。 中共有真侪无共渗透的手段。监察院上新的调查报告，针对中共以网络渗透甲利用公民来接触阿兵哥等事件，纠正国防部。国防部长顾立平是表示讲，已经在推动修法，卖来加强爱国教育甲设备的安全查核。监察院阁指出讲，咱的法院轻判国安案件，甲欧美国家的程度是差超过12倍哦。陆委会主委区水正嘛呼吁调解，爱支持国安修法。 中国渗透台湾的手段愈来愈侪种，多条案正做国安的空棒。偏欧防卫指挥部一个姓蔡的上司，2011年透过网络借贷，去中国情报工作人员城去泄露军情。另外，中国还佫叫强标人士利用算命卜卦吸收现役的军人。监察院提案纠正国防部，讲军方保管机密文件，甲治安的防护并无落实。国防部长顾立平二是回应，会推动这项修法，落实保防工课甲爱国的教育。 包括对敌人为效忠的表示，或者阴谋投敌的这些，我们一方面把太阳增加，然后一方面加重刑度。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配合国安法13条，就这个涉案的这些军事官请领退休金的权利那可以剥夺。监察院嘛清点最近这几年违反国安法案件，判决的刑度平均是31.4个月；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的案件，敢若24.3个月，甲欧美国家来比是差12.7倍。现时法院判国安的案件是判了伤轻。针对这点，顾立平讲，军事审判法的修法正在进行，会赶紧送立法院审议。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国安相关的法案在立法院。 也期待要通过，希望朝野一起来支持。咱国防特别条例进行审查，不过条约版本差伤济。行政院版本提出6年生产20万架无人机，打造飞航供应链。纳白版本并无甲包括在内。顾立平认为讲，美国未接受国民党3800亿加恩的版本，国家关注最后若是通过纳白版本，行政院敢会采取唔附属，甚至申请释宪。通过政院版1.25兆的全套的完整的。 必备的整套的特别预算、特别条例，那才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点。那如果这样的结果，那大家都会非常顺利的往前进，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这一次，如果我们的军购特别条例锁定在对美国买的武器，第一个对美国交代，第二个聚焦，不会失焦。他写法就会让军购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 他把很多条款写死了，他把项目写死了，然后民众的版本甚至把金额写死了，这个都会影响到军购。国军甲美国买66架 F-16V 面临交会演前的情形，前一日有好消息，国防部副部长持续前去美国见证头一架飞轮机完成验收飞行的测试，有机会伫9月份飞转来台湾。不过原定今年全部交会这个目标，顾立平讲有难度。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有民间团体在倡议讲，台湾伫外国的代表处应该正名做台湾代表处，互台湾的法律地位愈明确，对民众伫国外若需要紧急救助，还是讲国际合作，拢有帮助。
顶一个中华文化总会甲英文名当中的 Chinese 改做台湾，引起社会讨论。历史有民团招立委甲小党共同召开记者会，倡议台湾伫咧外国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应当正名做台湾代表处。民团表示，即阵世界拢知影台湾的半导体，知影台湾是民主国家，咱说要化家己台北自我矮化，应当以台湾的国家地位行向世界。咱离美国有两个法案，你要通过讲，为咱的法官改名做台湾代表处。我希望经过今仔的迄个倡议会当互国际咱的台湾的团体啦支持者做伙来作为杀一地。有立委指出，美国国会这几年通过多项优待法案，反映出美国对台湾主体地位的肯定，强调正名台湾是提升国际辨识度的真重要的一步。嘛有小党认为，正名台湾会当互外国政府愈通明确辨识台湾机构的法律地位，无论是对咱国民的外国紧急救助、各项国际合作等等，拢通降低外交官解税的成本，嘛通提升决策的效率。美国已经通过了台湾保证落实法案，甚至川普总统还强调一个诚实地图条款。换言之，由美国联邦政府资金所资助的所有的制作的地图的展示上，不能把台湾跟中国划在同一个区域。未来台湾在国际的样貌就应该是踢台湾，而不是踢台北。外管证明不只是为了改招牌而已，它是一场外交体系的整体升级，它是为了法律的清晰，为了国民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我们坐在这边是为了民主的尊严。我们呼吁政府应该要以务实稳健的步伐，跟国际社会展开谈判。民团表示，目前台北的名称已经无法度反映台湾是主权独立民主国家的事实。这阵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真大，因呼吁政府应当把握时机，积极甲咱国的外管正名做台湾。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中东局势变动今仔早起台股盘中是大起638点，也毋过落尾指数又搁变乌收盘是落110点，指数落到32000多点。台积电是维持平盘，收伫1810块。今仔早起，总统赖清德伫台湾资本市场论坛嘛讲到咱台股的市值已经是全球第7名，会搁继续拍拼互资本市场真做是创新的发动机。台湾会当来真做是亚洲的纳斯达克。以台积电为首，台湾其实在国际的半导体的供应上，其实是几乎是占一个非常独占的地位哈。台湾电子产业和国际发展，还有投资人关注，证交所为2021年设立台湾创新板，鼓励所有关键核心技术，还有创新能力等等的企业，用更较低限制来挂牌就市。也那即马创新板佮升级，佮2大智库做一个前瞻产业研究报告平台。我们会针对创新板的企业的所涉及的产业里面呢，国际的趋势，然后还有我们台湾的这些企业，它的这个关键技术，还有创新的这个营运模式等等。证交所表示，创新板目前锁定包括半导体、AI、大健康，加几位青等等14项前瞻产业，要引出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实现亚洲纳斯达克的愿望。不止个，最近台股表现受到中东战火影响，台股面临33000的保卫战，也是台股开悬33062点，早盘强势走起嚟，起码600点了后，指数就变乌，上价来到32434点。电子权值股台积电同款开盘了后，走悬搁落车，盘中上价来到1800块。那中东战争的影响，我想一方面跟这个整个国际的秩序有关，都会对产业造来程度不一的一些冲击。那其实更大的问题其实是在于说，这个战争它延续的期间，那如果延续的期间过长的话，那其实对所有能资源的这些这个紧缩所造成的一些冲击，那可能会是在未来比较深重长远的一些影响。国际局势继续纠热，外资继续提款台股，3月买量是有够强，已经有7000多亿，和台票汇率过32块的大关，也是呈现开盘就起。新台票换美金开盘是32.040，升达5.2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有一间高中传出霸凌的案件，一个查某学生伫夜市啊拄到学校的同学，这毋过说方要求讲，佮爱跪落来，佮对伊动骹动手。学校是表示讲，这个同学进前伫学校内底捌去冤家，伫校外发生冲突。这个受害的学生已经报案提告，警方嘛团10个学生到案说明，卖交予新北市地方法院的少年法庭审理。
下课去到运动场拍球、运动放轻松，平常时啊的校园生活会使看到这款青春的形影。啊，不过伫新北市这间国中，率传出学子涉嫌霸凌行为。同才之间的言语纠纷，有一些比如说言语上、措辞上的一个不当，衍生这个肢体的暴力的行为。校方证实真正有这件冲突，21个时阵伫学校发生的初步了解是因为经济的纠纷，引起国中3年的学子不满，闹真侪朋友，甲含妹围调要找伊算账，啊受害学生就跪落去，当场去用拍。学生可能有一些平常的行为偏差，那当然校内这边不管是身教组或者辅导处那边都有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置。虽然学校讲过去双方是无冲突，啊，不过这届出现这款暴力的代志，校方已经赶紧来启动校安应变的机制，嘛要求家长爱甲涉嫌动手的学生带转去管教，暂时无到学校上课。学校接获讯息后，以第一时间完成校安通报，并陪同学生及家长报案，持续提供关怀协助。目前已启动校园霸凌调查程序，并配合警方厘清事实，同时也针对相关学生加强辅导与法治教育。受害学生验伤了后，已经由家长陪同正式报案提告。那警方陆续查到10位行为人告案，后续的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妨害自由、恐吓，也有伤害等等的罪嫌，移送新北第一少年法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台里一间连锁的宠物店，昨暗暝有民众发现讲，店员伫咧关店了后，把狗仔关伫塑胶箱仔内底，狗仔是一直吠哦。业者今仔伫官方网站回释咧，台中市的动保处嘛表示讲，业者已经违法了，会要求限期解释，嘛来处罚。箱仔内狗仔是一直吠，而且一直弄塑胶箱仔。真出名连锁的宠物店，伫咧台中市大理区国公路顶头的分店，23暗时8点外，互民众发现讲，业者关门了后，把狗仔关伫咧瓦玻璃门边的箱仔内底，而且敢若楼顶悬有几个通风的孔尔尔。他们这个小型犬，它们的脚比较细，如果卡在里面的话，一整晚反而会更危险。可是那个很明显不是拿来放狗，应该有别的更好的选项哎。民众敲电话予业者，店员要挖1点钟了后才到位，而且把这只长毛的腊肠狗抱入去狗笼仔内底。强调原底无要放狗笼仔，是因为惊细只狗仔脚较细会去卡掉咧，颠倒搁较危险。不过民众认为应该要有更较好的方法。一间宠物店里连给小型狗装的笼子都没有，然后你现在跟我说，因为那个笼子太大，你也没有做其他处置，其实他就放一个塑胶垫什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也不做，反而是选择一个更糟的方式，我觉得很不合理啦。也是透早店家无营业，塑胶箱仔还阁放伫咧门边。动保团队就讲，业者就是把动物当作是商品伫咧卖，关伫咧箱仔，却无提供水互伊啉。狗仔有情绪躁动，可能已经造成身心危害。没有提供24小时干净的饮水，或者是没有提供安全通风的这个生活环境等等。这边是希望说主管机关能够严查了，而且重要的是，我觉得也必须厘清是否这是业界的一种常态。业者违反应具备的设施规定，得处新台币4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公布其姓名、名称或照片，借其不改善者，得按次处罚。连锁的宠物店伫咧官方网站回释咧，强调把细只狗仔放伫咧箱仔内底是违反流程作业的，煞尾会进行内部的停发，而且会要求全台湾的门市遵守作业的流程。台中市动保处嘛讲，业者已经违反动保法，会要求限期改善，若无改善，会当罚4万到20万的罚金，会当按摆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过去诈骗集团拢透过网络钓鱼还是简讯来诈骗。最近台南警方抓到一个查甫人，伊假做是中华电信的工程师，入去大楼的机房，讲要测试煞偷摕上千笔市话的号码，互中国的诈骗集团去办赖的假口座，嘛已经赚超过900万。大楼电信机内底目睭就会插空，连接着逐间住户的电话线路，没想到这煞变做诈骗集团犯案的目标。台南市警方立即查到一个姓张的查甫人，伊假做中华电信的工程师，偷偷入去大楼的机房，敢若靠这红色电话的电信拨测机，就偷摕上千笔的市话号码，伊把这号码卖给中国诈骗集团，然后办假小号，一组电话赚1000至1500，非法赚超过200万。对，
对，他就是我是张俊宪办，我截取到已经一个市话号码，我会马上跟大陆那边就是诈欺集团大陆那边诈欺集团，他会立即申请一个赖。警方咧侦办几件诈骗案的时，无警方发现真侪假小号，拢是用家用电话申请的，就安尼就去查，找到一个家己住的阿婆，阿婆完全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家己嘛变做诈骗的共犯。警方调查才发现，这个嫌犯利用红色电话掌握起假的电信个资，卖给中国变现啊。那个线路牵到我们的住家的宅内箱，那我们就是用它来判别说他的电话是否有通，或者是有无问题这样子。我们只要打出去就会显示说，像我们一般住家如果打自己的手机号码，就会显示他的号码是一样的，它等于是一次话机啦。中华电信接到消息了后嘛强调，因为真侪业务拢是外包处理，提醒民众针对这款查核维修的人员，嘛是爱提高警觉。通常会查看证件，并且还要登录他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和大楼我们的管理人员相关去陪同，然后全程看他是要检修什么东西。警方甲细张的嫌犯掠到案现场查扣5支手机啊，1台电脑，甲7支查核用的红色电话，甲安徽他人等物品，专案以加重诈欺、恐吓等罪嫌依法发办。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最近有泰国人伫网络的社群平台曝光要招共乡来台湾做事，检警调查发现讲，这是一对已经违法居留伫台湾的泰国双生仔的姊妹啊，因是以代票2万元块来找人哦，用免强证的观光名义来台湾，计共是掠到17个嫌犯，嘛已经互婚林地检署提起公诉。是有关就业服务法的。市民看到这姓陈的查甫人，就是安排泰国人用免签证观光的名义非法来到台湾做工课，自机场的接送、带，也个介绍因去到婚林做田等等，拢已经去互检警掌握。查到非法伫台湾做工课的泰国人，也个有中人甲雇主，总共17人。利用抖音招揽其同胞，来以观光签证方式来台湾工作，然后部分泰国籍女子来台之后，需支付约2万块的中介费用给泰国籍双胞胎女子。有影是甲其台坦白来讲，这对双生仔姐妹啊是过期停留伫台湾的泰国人，因逐工拢伫咧社群平台铺文，招一寡共乡来到台湾做工课。来到台湾了后，才佫交互姓陈的查甫人落去罚到，查到了后，全部移送婚林地检署侦办，嘛函送婚林管户来裁处。依违反就业服务法提起公诉。移民署呼吁，任何人不得媒介外国人非法工作，违反者处10万至50万罚款，意图盈利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120万元以下罚金。婚林地检署讲，经过了解，来台湾非法做工课的泰国人，逐工拢会弘扬各种的名义拍头子，也就是必收中人钱300块不等。地检署呼吁，任何无经过允准跨国的人力中人，拢是违法的。嘛冲击到国内的劳动市场，专案已经依法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网络顶头有真侪影片，拢会小解电动游戏哦。警方是掠到3个嫌犯在卖盗版的游戏的软体，嫌电动台啊，拢是中国做的、仿的。初步估计哦，这盗版的软体甲机台价值超过11亿。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来到嫌犯的店，除了看到直播的相关设备以外，涂骹这个纸箱啊，内面装的拢是对中国定制盗版电动台啊。那台啊是古早式的外观，当然内底关的电动嘛拢是复古式的。地在大队伫新北甲台中2间店面掠到3名嫌犯，现场佫查扣130台的电动台啊，除了手部大的，佫有一款大型的。警方表示，原底是敢若查到对中国定制的电动台啊，进一步追查发现，嫌犯敢若有找专门销解电动的网签合作，透过因的直播，甲人带来家己的网络卖场，逐个月不法所得超过80万。透过大陆这一边来进行采购。各式客制化对于买家喜欢的一个经典游戏看你是要桌上型或掌上型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目前了解，它是从108年开始从事3C 相关的一个贩售。警方表示，嫌犯108年就捌因为侵犯任天堂的电动广告，这回是日本的 SNK 电动公司来提告，拢总查到74000多件盗版电动，初步估计市价超过11亿。警方强调，针对网签是不是违法，佫需要等待检方的
的里程。不止个相关找网情合作，去中国进口机台来台湾家己灌电动，军工加有路，是过来较少看到的犯罪模式。它有实体的店面，然后它实体的店面是专门在经营3C跟销售的，所以一般消费者如果买到有故障的情形，可以很直接的找到他们的店面。这种贩卖行为在台湾已经很少见。3名嫌犯拢按照著作权法甲商标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这款复古式的盗版电动台架，特别是一台电脑共款，内底会当灌2万外种的电动，确实真侪民众去注文。警方呼吁，虽然买来家己算无违法，不过民众也是爱找正版的买，安尼才是正版。记者柯家朱小用高雄仓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当时表示讲，有甲一个伊朗的领导人对话哦，伊讲伊朗有望讲赶紧达成协议，互战争会当收煞。也毋过哦，伊朗的国会议长是好人。就算美国总统川普讲，美方甲伊朗的谈判伫真侪项议题拢有共识，也毋过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好人要甲美国协商。آقای قالیباف در پیام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با بیان اینکه مردم ما خواهان تنبیه کامل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متجاوزان هستند تصریح کرد 一个欧洲官员表示，虽然两国并无直接谈判，也毋过埃及、巴基斯坦甲波斯湾国家拢有放出消息。路透社引用一个巴基斯坦官员甲另外一个消息人士的讲法，讲上紧伫即礼拜都有可能伫伊斯坦堡针对战争收束来谈判。无偌久之前，川普宣布慢车攻击伊朗电力网甲能源基础设施。后来伫田纳西州一场活动表示，过去2天美国甲伊朗初步会谈有真好的讨论。And this time they mean business. And it's only because of the great job that our military did is the reason they mean business. They want to settle and they want peace. They've agreed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et cetera, et cetera. But we'll see. You have to get it done. But I would say there's a very good chance. 川普也伫真实社群答文表示，美国甲伊朗已经就中东全面彻底解决敌对的行动进行真好而且有成果的对话，所以伊也宣布会延后5天攻击伊朗能源电网的计划。这个消息互股市大起，油价要拔到1桶100块美金。一个熟悉以色列状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华府已经互以色列了解美国甲德黑兰接触的状况，以色列真有可能会有相同的做法，暂停攻击伊朗电网甲能源基础设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中东战争影响到区域安全哦，全球的供应链嘛真紧张。欧洲的化工产业甲亚洲的纺织业，拢因为石油大起、原料欠缺，即马头是无的烧哦。有一寡工厂不得已减产，也是讲使用替代燃料来生产。在德国，已经超过160年历史的化学产品生产分装商，成了危机的核心。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航运成本甲为亚洲来的原料计数起真侪。工厂是咧生产洗碗机的清洁员，最后原料氨基红酸是为亚洲进口，今年单单是成本就增加30至40万欧元。Schwierig, weil es innerhalb von 0 auf 100 kommt, mit Preiserhöhungen, Transportkostenerhöhungen, keine Container verfügbar, um Frachten aus Asien zu holen, respektive deutlich teurer. Also es kam wirklich quasi über Nacht. 即马公司已经人事冻结，而且无排除进行20年来头一摆的裁员。危机同款嘛伫亚洲咧传，印度纺织重镇苏拉特因为荷姆兹海峡封锁的关系，液化石油气供应断去，真侪工厂为着生存，选择用英国的方式下茶来加热火鼎。जब से ये प्रॉब्लम शुरू हुआ है, तो फिर 5 दिन चला, बाद में बंद हो गया。虽讲印度政府已经启动紧急权力，优先保障民生用气，不过对工业界来讲，能源不足已经致使大量工厂暂时停工，为欧洲种种的产业，包括化学、塑胶、金属、纺织、甲切特米的生产，到印度被迫停工，甲能源供应制约，中东冲突，互全球制造业落难，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哥伦比亚南部今仔有一台军用的运输机失事，这台 C130运输机在120载后边过哦，起飞无偌久，可能是发动机导火失事。当地州长表示讲，至少有60来人死亡，警方已经先封锁现场，甲受伤的阿兵哥在基首都波哥大急救。
事故现场规个路苍苍，滚起残骸嘛断几来截。这只原底一瓶运兵任务的 C130运输机飞无2公里就发生意外。事故地点附近的居民就表示，迄时飞行机飞甲有够低，已经要卡着涂骹，而且佮看到倒边的眼镜曝火光。因为迄时飞行机顶悬有载足侪官兵，还佮物资，飞行机摔落去了后，发出真大的声音，互附近的居民拢惊一条。Que sentí unas explosiones de un avión que venía, una explosión en el aire ya cuando miré el avión que venía ya cerca a la casa de mi parcela, venía ya casi arrasando el suelo y ya venía en ese momento un motor prendido, el motor izquierdo. 灾难发生了后，附近的居民无顾虑到飞行机顶头的弹药可能会爆炸，拢赶紧冲去失事的地点提供水，还佮急救。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特别普文感谢这居民救别人的囡仔。也纳空军目前已经调一只 C130医疗专机，还佮有 UH-60乌鹰直升机，加100外的冷桥。受伤的人送去首都波哥大的军事总病院，嘛伫咧现场建立临时的诊所。军方表示，已经初步排除非法武装组织攻击的可能。空军司令部表示，这只编号1016的运输机伫咧飞进前，真侪检查拢符合规定。不过是安怎会伫咧飞了后，发动机就火，要搁进一步鉴定。De igual manera hemos enviado un equipo investigador para empezar a determinar cuáles son las causas de este siniestro. En este momento no conocemos detalles, salvo que tan pronto despegó la aeronave, sufrió algún problema y se precipitó a tierra más o menos a un par de kilómetros desde el aeropuerto. 目前，空军、陆军相关的技术专家已经入去失事的现场，针对发动机的残骸还有乌压仔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来厘清这摆的事故真相。也那这摆的事故，嘛，互足侪人在讨论讲，军用的运输机年龄愈来愈大，还有维修预算无够等等的问题。公司新闻，戴维仁编译。过来消息来看，一份针对老师幸福感的调查，有将近60%的老师是表示讲，因5当内会离职，嘛讲会尽量莫管学生啊伤济，嫌麻烦。有校长是真烦恼，嘛惊讲会影响到未来老师的培训。老师陪学生囡仔读册了后，老师陪伴囡仔大汉的时间真济，有的老师甚至也影响囡仔一世人。不过有一份针对5000外国中甲国小的老师进行幸福感调查，调查显示老师幸福感煞干那50分，甚至我60些老师表示5年来想要离开教职，甚至有老师会降低因的管教程度来自保。有部分的老师开始会降低他介入的程度，那会避免让自己落入一个争议的情境里头。那这些的自保行为又包含有56.8%的老师呢，他在管教的标准会越来越保守。对于大多数受访或者是接受调查的老师而言，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职场以及工作上找不到方向。其实那个幸福感50分哦，大概就是忙。新北市小龙国小的校长烦恼，老师的幸福感降低，也感谢冲击到教育质量的培育体系。我觉得看到一个孩子更让我难过，就是说我的第2代，就是不想让他再进入职中。说老师的小孩有66.9%不支持他进入了教育的职场。那这样的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未来这个人才的这个培育的体系其实是危机。报告当中嘛建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减轻老师教学以外行政负担，推动亲教师的情绪沟通甲理解，嘛就替新手老师建立陪伴的制度。台北市已经推出教师专业发展空间2.0，2026年按算要扩大补助30到50间的学校，每间学校上悬补助145万。不过硬体设施是一个起点，教育界希望重点是，让老师甲家长会当有面对面好好沟通的空间甲时间。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东南亚轿车外送的领导品牌 Grab 宣布讲要用6亿美金的现金来买台湾的Foodpanda，也毋过因为当初 Grab 的投资人一开始是有中国的资金，经济部是表示讲目前佫还未收到业者的送件，等收到了后，就会依法来审查。甲买物件放一批外送箱仔，身躯顶穿Foodpanda制服的外送员，透早就去超市客货。Grab 宣布要用6亿的美金现金来买台湾Foodpanda了后，是引发真侪讨论。尤其 Grab 初期的投资人，包括中国的滴滴出行等等的业者。不止个，伫咧去美国上市了后，中资持股的比率是降低。经济部投资审计署表示，目前还无收到业者的送件，会依法审查。
原则上，我们在收到投资人的申请之后，其实我们都会去看他的上层股东结构，去确认说他有没有入资持股超过30%，或者是有没有控制力的问题。经济部指出，虽望业者伫咧美国上市有公开资料会当查，不过就要等业者送资料申请案件，看敢有甲资料换新。不过目前依照公开资料显示，一直到去年底 ，Grab 上大的持股是 Uber， 占大概13%。学者提醒，北大经济时代会产生规模效应，是毋是用间接投资，还是占有股份来高占市场，需要主管机关进一步厘清。平台会大者恒大，小者恒小。它会产生非常明显的这种排挤，以及聚集到最后只剩极为少数，包括消费者乃至于平台特约的工作者，都会产生相当的影响。学者就分析，自2014年5月 ，Uber Eats 捌宣布要甲 Foodpanda 买落来，不过最后去互公平会以反高占市场做理由来否决。这回Grab出手是毋是有小相疑虑，嘛变作是审查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过10月间就是清明咯，新北市卫生局今仔去市场稽查查到2间豆干业者，一间伫婚林馆，一间伫桃园市。豆干防腐剂钞票，佮验出有滚药水，这个产品已经回收了。清明节要到啊，大家会包润饼糕，需要的料有润饼皮、高丽菜、红菜头、豆菜、豆干丝等等。菜单头家讲，今年的菜价无什么变动，真稳定。尤其是高丽菜，平均一粒30块。绝对不会波动，因为菜价很稳定，天气也很稳定。高丽菜以前正贵的时候，那时候100多块，现在的话一颗有30块，还有3颗100块的。为着要让民众在清明食了安心，新北市政府嘛去到市仔大卖场进行检验，拢总验出2项违规的产品：大乌豆干和豆干。2间业者拢是向大关市缴费，分别是桃园市和婚林馆的公司。原因是防腐剂超标，和验出有袂使使用的滚药水。相关的这个刺激性，比如说在我们的过氧化氢双氧水会对肠胃道有一些刺激。那在这个防腐剂来讲，它的量大的时候也会造成人体的危害。新北市政府表示，这款违规的产品已经强制落架，并且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罚3万块以上300万以下。卫生局也呼吁供应商要有爱心，重视食品安全，让民众食了安心。记者陈林旭凯新北报道。来看今年台湾西部的雨量是75冬来上少，水情是真紧张。中央针对新地头前溪推出农民省水试办的计划，农民若愿意配合用水管理的规划来收经，1公顷是当领16万块的补助，这嘛是有史以来上悬。规片拢暴残暴火水道，即马可能因为欠水，要停止建造。全国水情紧张，政府宣布伫新竹头前溪试办农业省水计划，只要新竹农民愿意配合收经，1公顷上侪会当领到16万的奖励金。没下雨是没水啊，水越来越少，对你们影响越大。当然会哪怕刚好收成的时候啊。农民有反映，水门马上就关了。然后呢，有一些没有申请的农民呢，其实他的稻作也都受到影响。然后虽然他整个来讲补助款很高，但是实际上他的申请期限，就像有部分农民反映，他是从20号申请到31号。民间团体认为，新竹有科学园区，新竹地区水资源拢爱烧抢，但是农业用水欠缺科学管理甲制度设计，呼吁政府爱加入农业用水流量监测机制。我们认为在新竹地区水资源很重要，但它不应该就是大家变成在抢水，农业。工业跟民生应该要互相共好，那个共好呢，在农业的部分，其实应该要协助农民导入智慧灌溉相关的设备跟措施。根据水利署的资料，目前新竹宝山水库水量存23%，宝山第2水库存25%，即马敢若会当仰望天空白，赶紧落雨，互欠水的问题量早解决。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嘉南有一间幼教教室向关门，大约是有200学生，计共嘛已经成立6000万咯。也毋过即马煞找无头家通负责哦，因为教室是用补习班的名义来招生的。嘉南市政府嘛表示讲，会先用教室的保险金来处理。
来到基隆一间幼教的教室外口，提权益受损较紧行钱的白布条来抗议。这间经营10外档才有名的幼教的教室，即马早都已经无人。真正有真侪学生是先交月费，甚至为着变做幼教的老师，搁另外纳2万块，无想到即马拢总乌有去。已经缴了2万块。 或是5万块，甚至更多，买了100堂、96堂的学生，教室现在停止营业，然后大家等于没有办法再上课，然后钱也追讨不回来。是捐赠收据开给那个学员，那学员很错愕啊，我不是捐赠啊，可是你怎么请那个秘书开给我的捐赠的东西？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有点像诈欺了。被害的学生是伫议员的帮助之下来举行记者会，要求负责人出来面对。议员初估被害人是免200个人。这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消费者纠纷或者是消费纠纷了，这已经是 存有诈欺行为的这种商业诈欺。这家补习班在立案的时候就有投保那个明台产物保险的一个对消费者的保护，对于消费者也会动用他的一个保险的一个程序，然后来提供消费者的一个相关的保护。因为这幼教教室是用补习班的名义在招生的，基隆市政府讲，针对退钱会照相关法令，以教室的保险金来先处理。若是教室3个月拢无营运，会需要求因停止营运。记者 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恒春哦，这里有一个民众拿船驾就赛车冲入去路边一间吊车行，这驾驶死亡。警方调回嘛发现讲，这驾驶酒测超标，目前佮继续在调查。 一台银色的箱仔车无到1秒，就对路迄头冲入去红灯卡的草埔，弄对一间吊车行。箱仔车车头规个变形，车行饲的狗仔去互弄死，铁条仔甲吊车嘛受到影响。附近几落支监视器拢翕到这台箱仔车伫路面劈车，车速足紧，佮驶颠倒向，实在足恐怖。伊弄第一支条啊，伊架条啊，阮的车卡剩迄个条的边啊遐，爱从弄的，讲规个。 我的车迄支卡动砸歪，哇！是开足紧的，迄速度100外的啦，100外，啊，讲食酒呢，食酒迄请假。代志发生伫23半暝3点外，恒春的恒公路和宽城北路，57岁姓徐的查甫驾驶送病院了死亡。警方委托病院对驾驶做抽血检验，才发现是食酒赛车，血液的酒精浓度达到0.2%，已经比公共危险罪0.05%高要5倍，好佳在无去弄到人。因酒后驾车不慎自撞民宅，经送医不治死亡，委托医院抽血检测。 换算酒精浓度为每公升1.22毫克，本分局将持续严格取缔，以维护用户人安全。吊车行头家讲，好弄到的吊车车拄仔歪去，连铁条估算维修的费用大约要20万。警方提测食酒会影响大脑，造成赛车判断出问题，甚至造成事故。车民众若有啉酒，千万唔通赛车。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 嘉义县太保市高铁的桥口张中道有一台车倒弯去弄到对向的山石仔车，这台山石仔车搁冲入去边仔的番麦田内底并车哦，山石仔车甲轿车顶头计共有4个人拢受伤送病院。一台轿车拄倒弯要过路口，后面去互对向的山石仔车弄去路边，分隔岛顶面的车厢顶拢甲断去，山石仔车嘛失控并且冲入去边仔的田内底。要弄到进前有先。 砂石车起喇叭了，啊，尾部反正砂石车应该有转动方向盘的，就是稍微有闪过了，经到场了解为一部自小客车行进路口左转时，与对向行驶而来是砂石车发生碰撞，双方驾驶及乘客意识均清楚，且酒测值为0，后续则送往医院救治。警消人员接到通知，联名赶到现场。 发现轿车内底民众甲山石仔车内底驾驶拢有受伤，受困伫车内。消防人员赶紧救因出来，送因去病院。这辆车祸计共造成2车4个人受伤。据现场回报为一引车与小轿车的车祸那伤者分别有4名，分别为一男50岁及3名女性31、46及54岁那皆为肢体擦伤，意识皆清楚。 23中昼的时阵，嘉义县太保的第37线甲加56线路口发生这件山石仔车弄轿车的车祸，两名驾驶拢无食酒。警方初步研判，可能是轿车驾驶无按照号志倒弯，才会甲对向驶来山石仔车发生相撞。详细发生的原因，阁要等进一步的调查才会当知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来看中华方院有一间两家场去挖到 H5N1 禽流感的病毒，这嘛是中华县今年的头一例哦，嘛逮到6万外只两家，嘛已经做大消毒了。防检署是表示讲，目前全球高病原性禽流感的疫情是有法缓和，也毋过最近天气的温差是真大，所以嘛是爱特别细腻。防疫人员穿防护衫、上洗礼体、车辆消毒。中华团出今年头一例 H5N1 禽流感疫情，东风所针对禽流感主动检测采样，发现中华方院一场两家场胃病，防疫人员全面清场消毒，拢总逮掉62314只两家。方院巷一场蛋鸡场于3月18号，经农业部兽医研究所确诊为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动防所防疫人员完成该场蛋鸡场扑杀清场及消毒工作，计扑杀62314只蛋鸡。农业部防检署表示，去年9月到今，伫屏东、台南、嘉义、云林、中华等地区累积有17例高病原禽流感疫情。虽讲目前杜鸟已经开始离开台湾往北边飞，但也是有病毒过境传染的风险。加上台湾最近早温差真大，家禽抵抗力可能会降低，业者就要注意保温，加强环境的通风管理。去年的9月到今嘛。目前有17例高病原的案例，忽冷寒的迄当阵，就是爱保温；热迄当阵，你就是布棚都爱家扣起来，爱在通风，动物较舒适，就较袂染病啦。防检署呼吁，最近台湾天气变化大，业者若发现家禽有各样死亡、生能率降低等等的状况，爱随通报动物防疫单位。若无依照传染病防治条例，上重会当罚100万。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宜兰县的本色焚化厂已经20档了，设备拢旧了。县政府拍算要引进民间的厂商，投资13亿来重启。今仔早起签约，按算2029年会完工哦。也毋过至少得爱暂停1个月，会囤1万吨的本色。县政府嘛表示讲，目前哦是评估，看是要请外县市来斗小，还是讲先囤起来。县府甲厂商完成签约的仪式，因为宜兰离着本色焚化厂营运已经要20年，有设备旧啊、甲效能降低等等的问题。县府启动 ROT 整建案，引进民间的厂商投资13亿，要更新焚化厂的设备。透过这样子的 ROT 的机会，让这个改善它的妥善率。签约的厂商按算伫咧20厂、去炉晒台烟厂、喷厂、甲营业水洗厂等等的设施。整建了后，每一年预估会当处理差不多20万吨的废弃物，本所的总发电量嘛会提升到17000千瓦。新厂嘛会加做全台湾头一间引进 AI 的焚化厂，主要应用伫咧自动检查日常的废弃物，甲分析本所的热值。那主要的 AI 项目包括有垃圾的一个进场的一个检查，来判断是燃不是燃。那到主坑以后呢，对 AI 来对这些垃圾的大小、颜色、形状来判断它的热值。厂商表示 ，AI 的应用目的是要提升焚化炉运作的稳定性，减少设备的消磨，嘛减轻操作人员工课的负担。因若整建案按算伫咧2029年，焚化炉会停放1个月。根据县府的估计，到时会有差不多1万吨的本色暂时无法度处理。我们在做整改的时候，到别的县市去做互相，这个是互惠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会打包。县府表示，本所无论是外县市大小，或者是包括好势暂时坑咧等等的方案，拢伫咧评估当中，希望会当采用上较有经济效益的方案。外县市大小的部分，嘉南、新北、甲桃园等等的县市，目前还阁伫咧制作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世界喜乐日咯，疾管署早起嘛了解咱国防治喜乐的历史，呼吁民众预防喜乐，就爱量早发现、量早治疗。希望讲2035年，咱国内袂阁有喜乐病。我们去年的这个新增数是5742，史上首次这个跌破6000的新增案例啦。那我们未来5年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至少每年下降发生率再下降1。希望到我们2030年的时候，能够达到每10万人口20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有专家嘛提醒讲，若超过2礼拜胸坎痛、体重减轻、发烧、食袂落，可能就去挖到喜乐，就爱紧去照胸坎的电光来进行诊断。
再来看有一个来自秘鲁的查某人哦，因为肝硬化往来台湾佮秘鲁治疗，最近是伫马街病院来做肝脏的移植手术，手术了是真成功，即马已经准备要出院，转去秘鲁了。欢欢喜喜庆祝重生的米德里，皮肤未过因为黄炭病来变黄，过去因为伊病愈来愈严重，地输打结切掉咧，而且佮发炎，肝硬化是上严重的四级，2年来存活率无到4成，敢会当接受肝脏移植，好佳在因囝捐正病的肝脏予伊，才互米德里好起来。I just wanted to thank the McKay medical team.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king good care of me. Thank you. 负责治疗米德里的马街医疗团队指出，米德里有原发性打结性胆肝炎，目前医疗是无法度治好势。若是患者病情恶化，必须爱用肝脏移植，因为米德里的病情已经是上严重的，伊的肝脏毋能硬化。表面嘛像苦瓜同款，而且还有严重的腹内水、脑梗浮青筋，若是血管破去，可能会有青光死风险。这个因素嘛增加手术的难度。肝脏表面是凹凸不平的。那第二个，它腹部有积水，好，这是颜色比较深的。手术过程当中，很多小的血管，我们就要一条一条的慢慢结扎起来，哈，所以手术过程会很久。未来我们会秉持台湾 can help 这个精神，来协助帮忙，让世界各国的人呢，他本身真的有困难，来享受到台湾的这个很优越的医疗资源。米德里的母囝。去年8月来台湾接受手术进程的评估，煞尾进行肝脏移植的手术，因囝捐60派肝脏予伊。虽望手术了后，搁捌感染，不过已经顺利恢复健康，月底就会当出院。记者综合报道。医学生拢爱上解剖课，代替老师是真重要。台北医学大学今仔早起是举办解剖教学英灵对师纪念会，来感谢因的大爱。今年有一个电信产业的企业家杨凤梅，伊伫在生的时做真侪公益，伫过身了后，嘛甲遗体捐予学校，望讲会当来帮助愈侪人。80多岁，杨凤梅伫在生的时阵是电信产业的查某企业家，伊方诊断出着肝血癌了后，同款是继续在做善事，替前面人创办公民天使基金会，推动职业训练和就业媒合，帮助真侪视障者来改变命运，一直到生命的上尾，伊嘛是坚持甲大体捐出来，予台北医学大学。他觉得，器官捐赠有可能只帮几个人，那和大体捐赠有可能是帮医疗或是研究的更多，那有可能造福就很多人。学校表示讲，大体的解剖学嘛是医学生培育养成的重要课程之一，嘛关系到未来医师手术的能力。目前捐大体的条件，必须本人和家属同意，要16岁以上是自然死亡，还是因为破病过身的。若是大体有传染病、自杀，还是罪证才情形，都未来接受。流程是包括丰富和解剖的教学等等，专程差不多2年。接落来好好负责规划安葬。我们身体的构造事实上跟教科书所描绘的，事实上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那这一块呢，事实上透过 AI 也好或什么，基本上没办法去能够实际去了解。唯有透过真实的解剖人体，那学生看到，居然跟课本讲的不一样。北医大第20早起是举行114项年度解剖教学英灵对师纪念会，学校表示讲，这大体老师就敢若医学生的母语良师，用最后的身体来做教学，嘛，互大体老师的大爱精神会当延续。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讲哦，德鲁库国家公园的高山道馆，甲韩国济州的映山王是真相像哦。今仔早起，这2个国家公园嘛结拜，成做姊妹国家公园，望讲未来会当有愈侪交流。关山深径顶顶塔塔是大陆古美丽的景地，自低海拔的看叶林到高海拔的剑竹，阁有世界稀奇的土壤，这珍贵的物种拢伫咱这块宝岛。啊，若伫咧韩国的济州岛汉拿山国立公园，嘛有真侪珍贵的物种，亲像济州土壤，也阁有伫咧绝种的烟梅，生态拢真丰富。24早起，2个国家公园结为姐妹公园。都是山岳型的国家公园，都拥有从亚热带到寒带的这种气候跟生态的分布，物种非常的丰富，而且生物多样性也非常的高。虽然伫咧无共款的国家，毋过大陆谷甲汉拿山有真侪相共的物种，亲像拢生了真相像，伫台湾高山看会到的道观，阁有伫汉拿山嘛有道观。另外伫咧大陆谷阁有玉山岩壁，若伫咧汉拿山嘛有山岩壁。4月初3大地动，升长咱的大陆谷国家公园，韩国嘛希望咱会使早日恢复。
그리고 지난해 큰 지진으로 인해서 협곡이 많이 훼손돼서 지금 정상적으로 탐방이 안 된다고 들었거든요. 빠른 복구를 바라겠습니다. 그리고 언젠가는 이제 빠른 시일 내에 저희가 그 아름다운 협곡을 볼 수 있는 그런 기회를 갖도록 하겠습니다. 台北区国家公园管理处长刘秀丽，佮汉拿山国立公园管理所长郑金实做伙签姐妹公园协议。今年是汉拿山国立公园成立56周年，那咱的台北区国家公园是成立40周年。国家公园署讲，两座国家公园拢有世界级的资本，未来会伫咧保育、研究等方面有更较侪交流。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晡3点咱再会。